各位同學，今日會同大家講下基本減法。我哋會認識減法應用題同埋應用題裏邊嘅重點字嘅。睇睇呢一題，羊8隻，走了3隻，還有5隻。我哋可以用8個圓點去代表羊8隻，走了3隻。我哋用3條斜線划走3個圓點，咁你會發現剩返5個圓點嘅，代表還有5隻。我哋可以寫成8減3等於5，而呢一個我哋叫做橫式。而喺8同3之間嘅呢一個符號，我哋叫做減號。再睇另外一題啊，地上原有籃10個，取去4個，地上還有籃多少個？呢度有10個籃，取去4個喎，剩低6個。而喺題目裏邊問句見到有還有呢一個字，咁我哋可以圈起佢。如果你喺題目嘅問句見到還有呢一個詞語，咁就代表佢係減法啦。咁我哋列橫式先，根據題目嘅數字，我哋可以列成橫式，10減4等於6。再睇另外一題啊，農場裏有雞13隻和鴨4隻。兩種動物的數量相差多少隻？呢度有13隻雞同埋4隻鴨。如果我哋雞同鴨用一一對應嘅方法連起嚟嘅時候，就會發現剩低9隻。我哋列一列橫式啊。喺題目裏邊，我哋見到相差呢一個字，首先圈起嚟先。而我哋如果喺題目嘅問句見到有相差呢一個詞語，就代表係減法啦。根據題目嘅數字，我哋可以寫成13減4等於9。再睇另一個相同嘅例子啊，農場裏有雞13隻和鴨4隻。雞比鴨多幾隻？喺問句裏邊，我哋會見到個比字，而比亦都係重點字嚟嘅，同頭先相差嘅意思係一樣，所以都可以寫成13減4等於9。我哋做個總結先，今日我哋學咗3個減法應用題嘅重點字。還有、相差同埋比，而呢3個都係喺減法應用題裏邊時常都會出現嘅重點字嚟嘅，咁同學要記住咯喎。